你说蒙语吗？会。是蒙族。是。哦，蒙族。蒙族，你们这里全部还说蒙语？有的，就像就我这样的，我是蒙古人啊。你的头发是染的还是真的？真的吧？哦，是不是染的？这个颜色呢？真的。哦，是真的颜色。行。哦，你们怎么数1到10？用蒙语。蒙语。用蒙语。还有锅肉、德肉、烤、鸡拉、土拉那意思听懂吗？请声音大一点。那个。还有的锅肉、德肉、烤。这个到了，那意思哦，那蒙语怎么数100？就。哎，对。哦，就是100。哎，对。哦，那怎么说我？你。B 是我。七是你。七。哦。哎。那你们有休息的地方没？我们有。有了，这儿是吧？对。你是这里地方人吗？还是哪里来？我就是这里的。就是这里。这是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吉木斯。就是姓贵姓？我蒙古人没有姓。哦。对，我翻译就是水果，知道吧？水果。哎。是的，水果那个意思。哦。对了。那我说这个地方叫什么？这是内蒙古啊，这个是内蒙古自治区，这个是归那个四种王旗。那内蒙古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那达慕？对，今天这个是那达慕，这个是格兰塔拉旅游中心，对，这个是那达慕。今天你有兄弟姐姐吗？有啊。有吗？几个？对，我4个。4个？对。哦，你们头发都是这个颜色吗？对。哦，我觉得很漂亮。是吗？是。你们的祖先以前是在哪？以前我们祖先是成吉思汗。哪里？成吉思汗是在哪？以前是在蒙古国那边的。成吉思汗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是中国人嘛。对。是美国来的。就那个，哎呀，多少年？几千年前，就那个打遍整个全球的那个。哦，现在是在哪？现在是我们那个是在那个。伊蒙，你知道吧？鄂尔多斯。鄂尔多斯。哎。你祖先以前在那边啊？哎，对。我是这里的翻译人。我感觉你的皮肤很漂亮。哎呀，这都晒黑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太阳底下晒黑了。你比较白。我每天都在这里转的就黑了。那很好。我看你不像法国，你是哪的？美国人。我美国来。对，不像美国人。你们怎么说吃饭？吃饭好里的呢。好里的呢。怎么说啊？说语言说啊，喝冷。哎，对。喝冷。喝冷。你们啥时候过来的？昨天是。我是昨天刚到是不是这个地方？哎呀，我中文不太好。哦，这是北京嘛？北京到这个地方。哎，这是呼和浩特。这是我们的首都。你们怎么说这个语言？你们自己用蒙语呢？用蒙语怎么说？呼和浩。蒙语是说呼和特。这个是呼和浩特啊。你会写那个蒙字吗？会吧。会吗？哎，会。你都学过？我都学过。你有笔吗？我给你写2个，行吗？我现在不带，我真忘了。我想让你的电话呢。要我的电话？你可以说，我在呀。你的电话多少？